2001年，古天樂主演嘅 TVB 歷史穿越劇《尋秦記》。角色就係一個特種部隊啦，我叫項少龍。其實今次翻去呢個秦朝嘅主要嘅任務就係睇下秦始皇登基嘅，但係點知嗰個時空機係出錯。由原作作者黃易欽點擔任主角。拍攝期間，佢唔單止認真揣摩角色，更加即興加入唔少搞笑嘅台詞同細節，令本來一本正經嘅歷史劇變得更加輕鬆有趣。所有而家你見到裏邊所有搞笑嘅術語又好，啲諗法好咧，都係我自己加入去嘅。見到孫你真係成個八婆咁，你加句正八婆嚟。你而家正八婆咁鬼多嘢講嘅啫。哇！對手話咁點接啊？得啦，你總之我一直話八婆，你總之話佢係做乜八婆，喺我哋鄉下話就叫靚，你咁講得㗎啦。你話會唔會項兄家鄉嘅意思正八婆即係美女？《尋秦記》喺2001年播出，一開播就已經叫好叫座，成為當年 TVB 收視冠軍之一。古天樂憑住喺劇中飾演項少龍，憑住呢一套劇，佢喺2001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再次攞到最佳男主角獎。《尋秦記》嘅古天樂，亦成為佢繼1999年憑《刑事偵緝檔案4》攞獎之後，第二次登上視帝寶座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喺1999年攞到第一次視帝嗰陣，古天樂只係29歲，創下咗 TVB 史上最年輕視帝嘅紀錄，至今仍然未被打破。我最喜愛的男主角古天樂。由1995年第一套擔正嘅《神雕俠侶》《刑事偵緝檔案4》，短短3年間，古天樂已經由一個新人進化成為實力派演員。當年嘅監製李添勝，而家講翻古天樂當時嘅表現，其實只係咁都過得骨嘅。如果第一套戲做楊過，做到人拍案叫絕咧，咁嗰個真係天才嚟㗎啦。但係最終古天樂用行動證明自己。有請尊貴嘅汪阿姐話俾大家聽，古仔係有幾威。人氣偶像古天樂，三棲藝人多工作，拼搏精神最好學，演技進步有收穫。都係我離開 TVB 嘅唯一一部戲啦，因為中間病咗一大鑊，燒到唔知40度，唔知41度咁，跟住連續7日都冇退過燒。嗰陣時我同自己講：喂，咁真係唔掂。隨住 TVB 8年合約結束，加上拍《尋秦記》嘅時候大病一場，重新審視過自己嘅去向之後，古天樂決定將自己嘅演藝路線擴展到更大嘅舞台，正式轉戰電影圈。但係有邊個估到佢竟然成為爛片之王？